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陈医师。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警讯。在台湾，超过1/3的60岁以上长者患有骨质疏松症，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骨头已经变得像饼钱一样脆弱。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情况：一个不小心在楼梯上踩空，就可能导致髋骨骨折。这是台湾老年人第2常见的意外伤害。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在2023年的报告指出，60岁以后，我们每年会流失1%到5%的钙质，这个速度比你想象的还要快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很多人以为骨质疏松只会让骨头变脆，但其实膝盖疼痛、腰酸背痛，甚至伤口愈合缓慢，都跟胶原蛋白流失有关。如果你现在就关掉这支影片，你可能会错过一个在家就能自然重建骨骼的机会，完全不需要吃任何昂贵的药丸或保健品。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但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们其实可以逆转这个过程，只要用对方法，你的骨头和关节都能重新变得强壮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怎么做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胶原蛋白到底是什么。胶原蛋白就像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钢筋支架，它支撑着我们的骨骼、关节、皮肤，甚至是血管。没有胶原蛋白，我们的身体就会像一栋没有柱子的房子，随时都会倒塌。根据哈佛医学院在2021年发表的研究，50岁以后，我们的身体只能制造出30岁时期大约60%的胶原蛋白，这个数字会随着年龄继续下降。当胶原蛋白不足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骨头变得容易断裂，膝盖开始疼痛，皮肤出现皱纹，连伤口都愈合得很慢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，胶原蛋白就像是房子里面的黏住剂。当这个黏住剂前掉了，墙壁的瓷砖会掉落，门窗会松动，整栋房子都会出问题。但是这里有一个让人充满希望的消息，胶原蛋白不一定要从昂贵的药物或保健品中获得。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天然的食物来刺激身体自己制造胶原蛋白，这才是最健康、最经济也最有效的方法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第一个配方。第一个配方非常简单，每天早上只需要花2分钟就能完成。这就是胡萝卜柳橙姜汁。为什么这个配方这么有效呢？让我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。柳橙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根据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在2019年发表的研究，维生素 C 是制造胶原蛋白最重要的原料。没有维生素 C， 我们的身体根本无法合成胶原蛋白。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，这种营养素能够改善骨细胞的健康，让骨头更强壮。姜里面有一种叫做姜辣素的成分，它能够减少关节发炎，让膝盖的疼痛感明显降低。怎么制作呢？很简单，准备1根胡萝卜、2颗柳橙，还有1小块姜，把胡萝卜和姜切成小块，柳橙榨成汁，全部放进果汁机里打匀就可以了。每天早上空腹喝1杯，持续几个星期之后，你会发现膝盖变得更灵活，上下楼梯也不会再那么吃力。这个配方不只是理论，我有很多病人都亲身体验过它的效果。只要每天早上喝1杯，你的骨骼和关节都会感谢你。现在让我继续告诉你更深层的原因。胶原蛋白流失只是问题的一半，另一半的问题是慢性发炎。很多人不知道，
我们的身体如果长期处于轻微发炎的状态，骨细胞会被破坏得更快。根据美国国家生物技术资讯中心在2022年的研究报告，慢性发炎会让骨质流失的速度加快40%以上，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。发炎从哪里来呢？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饮食习惯造成的，吃太多油炸食物、加工肉品，还有含糖饮料，都会让身体处于发炎状态。让我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林先生今年67岁，住在台中，他的膝盖痛了好几年，每次走路都觉得很不舒服。后来他来找我看诊，我建议他减少油炸食物，同时开始每天喝胡萝卜柳橙姜汁。2个月后，林先生回来复诊，他告诉我膝盖的疼痛明显减轻了，现在每天早上都能去公园散步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改变饮食习惯，搭配天然的抗发炎饮品，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骨骼和关节恢复健康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第2个更强效的配方。这个配方，我称它为关节的黄金饮品。它的主要材料是凤梨、姜黄粉，还有薄荷叶。为什么这个组合这么特别呢？凤梨里面含有一种叫做凤梨酵素的成分，根据植物疗法研究期刊在2020年的报告，凤梨酵素能够有效减少关节发炎，对于退化性关节炎特别有帮助。姜黄更是一个宝藏，姜黄里面的姜黄素，根据骨科研究期刊在2018年的研究，能够阻止骨质密度下降，甚至可以帮助骨头重新生长。薄荷则能够舒缓疼痛，让整杯饮料喝起来更清爽。怎么制作呢？准备2片新鲜的凤梨，半茶匙的姜黄粉，还有5片薄荷叶。把凤梨切块，跟姜黄粉和薄荷叶一起放进果汁机，加1点水打匀。你会闻到薄荷的清凉香气，还有姜黄温暖的味道，喝起来酸酸甜甜的，就像是一杯天然的补药。我建议你在午餐后喝一杯冰凉的凤梨姜黄薄荷汁，它不只能帮助消化，还能让你的骨骼和关节得到最好的照顾。很多病人跟我说，喝了这个配方之后，膝盖的肿胀感明显改善，晚上睡觉也不会再因为关节疼痛而醒来。你的骨骼会感谢你给它这么好的营养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谈谈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。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胶原蛋白的保健品，价格非常昂贵。一盒进口的胶原蛋白粉可能要价2000到4000元台币，1个月就要花这么多钱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根据台湾消费者报告，在2022年的调查，大部分的胶原蛋白保健品效果其实只是间接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当你吃下胶原蛋白粉或胶囊的时候，它们会在胃里被分解成小分子的氨基酸。这些氨基酸进入血液之后，身体会种新组合，但不一定会变成胶原蛋白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你的身体缺乏维生素 C 和天然的酵素，这些氨基酸根本无法被有效利用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，天然的食物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当你喝胡萝卜柳橙姜汁或凤梨姜黄薄荷汁的时候，你不只是补充了氨基酸，还同时获得了维生素 C 酵素以及各种抗发炎的植化素。这些营养素会互相合作，让你的身体更容易制造胶原蛋白。不要让广告取代了正确的知识，让天然的食物来帮助你，这才是最聪明的选择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更特别的配方。这个配方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，但它的效果非常好。吉利丁，也就是我们做果冻用的那种粉末，其实是胶原蛋白的最佳来源之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吉利丁里面含有甘氨酸和脯氨酸，这2种氨基酸是制造胶原蛋白的主要原料。
更重要的是，当你把吉利丁跟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节合在一起，效果会加倍。根据英国营养学期刊在2017年的研究，维生素 C 能够让身体制造胶原蛋白的能力提升1倍以上。怎么制作呢？准备1汤匙的无糖吉利丁粉，用温水搅拌均匀，然后加入切碎的奇异果或芒果，你也可以加一点蜂蜜调味，放进冰箱冷藏1个小时，就变成一道美味又健康的甜点。你可以把它当作饭后的点心，享受美味的同时，其实你正在帮助你的关节和骨骼恢复健康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每天晚上都会做1小碗这样的果冻当点心，3个月后，他发现不止膝盖比较不痛了，连皮肤都变得更有弹性。这就是天然食物的力量，好吃又有效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现在，让我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徐女士今年72岁，住在高雄。2年前，她来我的诊所看诊，她告诉我，她已经好几个月没办法好好走路了，每次走超过10分钟，膝盖就会痛到受不了。她试过很多方法，吃了很多止痛药，但效果都不持久。我问她平常的饮食习惯，发现她很少吃水果，也不太喝水。我建议她开始尝试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天然饮品，尤其是胡萝卜柳、橙姜汁和凤梨姜黄薄荷汁。徐女士很认真地执行，她每天早上喝1杯胡萝卜柳橙姜汁，下午再喝1杯凤梨姜黄薄荷汁。2个月后，她回来复诊，她笑着告诉我，现在她每天都能去公园散步，甚至可以爬4层楼梯回家，完全不会觉得膝盖痛。后来我请教了陈医师，他是一位骨科专家，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：最重要的不是你喝什么，而是你能不能每天坚持做这些小小的改变。这句话也是我想告诉你的，你不需要做到完美，只要每天持续1杯点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改变。今天就开始吧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最后2个配方。现在我要跟你分享2个非常特别的配方。这2个配方不只能帮助你的骨骼，还能让你感到温暖和年轻。第一个是黄金牛奶，也叫做姜黄拿铁。姜黄素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抗发炎成分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如果你单独吃姜黄，身体其实吸收不了多少。根据临床营养学期刊在2019年的研究，当你把姜黄跟黑胡椒一起吃的时候，吸收率可以提升2000%，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。怎么制作呢？准备1杯温热的杏仁奶，加入半茶匙的姜黄粉，还有1小撮黑胡椒粉。如果你喜欢甜一点，可以加一点蜂蜜。搅拌均匀之后，你会看到1杯金黄色的饮品，喝起来温暖又香醇，就像是一个温柔的拥抱。杏仁奶里面含有钙、镁、还有磷，这些都是恢复骨质密度的重要矿物质。我建议你每天晚上睡觉前喝1杯黄金牛奶，它能帮助你放松，睡得更好，同时让你的骨骼在夜晚得到修复。第2个配方是椰子水奇亚籽饮。椰子水是天然的电解质饮料，能够帮助关节保持润滑，减少摩擦和疼痛。奇亚籽含有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，能够对抗细胞老化，让你的骨骼和关节保持年轻。制作方法很简单，准备1杯新鲜的椰子水，加入1汤匙的奇亚籽，搅拌均匀后放进冰箱冷藏半小时。奇亚籽会吸水膨胀，变成像是珍珠一样的口感，喝起来清爽又有趣。这2个配方，一个温暖，一个清凉，都能给你的骨骼最好的照顾。每天晚上喝1杯黄金牛奶，让你的骨骼在睡梦中得到修复。
每天运动后喝一杯椰子水、奇亚籽，饮补充流失的电解质，你会发现照顾自己的身体其实可以这么简单又美好。现在让我来做一个总结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一起学习了8个简单的天然配方，这8个配方就是8种重建胶原蛋白的方法。我想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观念，变老不等于变弱，只有当我们停止照顾自己的时候，身体才会真正衰弱。你不需要花大钱买昂贵的保健品，也不需要每天吃一大堆药丸，你需要的只是回到最自然的方式，用天然的食物来滋养你的身体。每天早上一杯胡萝卜柳橙姜汁，午餐后一杯凤梨姜黄薄荷汁，晚上睡前一杯黄金牛奶。这些简单的习惯就能让你的骨骼和关节重新变得强壮。我希望你能够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让他们也能够用天然的方式来补骨。你的健康是最珍贵的宝藏，请好好照顾自己，从今天开始，让天然的食物成为你最好的一生。谢谢你看完这支影片，如果你觉得有帮助，请帮我按赞和分享。我是陈医师，我们下次见，祝你健康平安。